究竟將一個人放入誇誇群28日會發生咩事呢？開心指數竟然爆升80%，而自信心都上升咗60%。既然反應咁好，我哋決定搞大佢。參加者由咁樣變咗做咁樣。無論讚人嘅人同埋被讚嘅人都好，喺今次實驗裏邊，無論外觀內在都有好顯著嘅唔同。上次嘅參加者話開頭有少少尷尬，但去到最後行路都好似有風咁啊！而家我哋想招募100名研究對象，當中挑選4位成為被誇讚對象，其他人喺呢28日裏邊全力讚賞。過完28日之後，我哋睇下讚賞人嘅人同埋被讚嘅人究竟有咩唔同。如果你都想參與呢次心理學研究嘅話，喺下邊留言加1，我哋有專人嚟揾你㗎喇。